年紀大就代表一定老，你身邊有冇啲人明明已經60、70歲，但係行起路嚟步履如飛，講嘢中氣十足，成塊面紅光滿面，望落去好似50出頭啖。相反，有啲人可能先至得嗰40幾歲，就日日嗌腰酸骨痛，行幾步路就喘晒大氣，成個人望落去死氣沉沉。所以話人老唔老，年齡真係話事唔算數。好多人一踏入60歲，或者到咗法定退休年齡，心裏頭就會咯噔一聲，覺得自己由呢一刻開始就變成老人啦。其實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一早就重新定義咗青年同老年嘅界線，依家嘅醫學界同社會學家都更加傾向睇你嘅生理年齡同心理年齡，而唔係身份證上面嗰個數字。只要你身體有以下呢4個表現，就算你身份證上寫住你已經7老80，都說明你真係好後生，隨時比實際年齡後生多20年。第一就係睇你嘅腳骨力同平衡力。廣東人常話人老腿先衰，呢句絕對係至理名言。你可以回想下身邊嗰啲活動自如、精精神神嘅長者，係咪通常行路都好快、好穩陣？相反，如果一個人開始衰老，最明顯嘅跡象通常係由對腳開始。行幾步路就覺得膝頭哥又酸又軟，上落樓梯要扶住扶手，一級一級慢慢攞，甚至乎行平路都容易屎腳，平衡唔到。呢啲都係肌肉流失同骨質疏鬆嘅警號。醫學上面有一個好簡單嘅測試方法，叫做單腳企測試。你可以試下合埋雙眼，用一隻腳企喺度，睇下自己可以維持到幾多秒。如果一個年過60歲嘅人可以合埋眼單腳企超過9至10秒，而且身體唔會點樣搖擺，咁就代表你嘅神經系統、小腦平衡功能以及核心肌肉群都保持得相當之好，反射神經仲好敏捷。呢種身體表現通常只會出現喺30至40歲嘅年輕人身上。點解腳骨力咁緊要？因為隨住年齡增長，人體嘅肌肉會以每年1%至2%嘅速度流失，呢個現象叫做肌少症。如果我哋唔做運動，由30歲開始到80歲，我哋可能會流失咗接近一半嘅肌肉量。而大腿嘅4頭肌同小腿肌肉係支撐我哋成個身體行路平衡最關鍵嘅力量。如果你到咗60幾、70歲，依然可以大步流星，行山行2個鐘都唔使點樣大抖，甚至可以輕鬆踎低起身，但你對腳嘅生理年齡絕對處於30幾、40歲嘅巔峰狀態。有咁好嘅腳骨力，你嘅骨骼密度自然高，跌親骨折嘅風險就會大大降低。呢個就係保持長壽同高質量晚年生活嘅最硬核指標。第二個表現就係擁有高質量嘅睡眠同埋好嘅胃口。好多人覺得人老咗就自然會瞓得少、食得清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好多長者每晚瞓得嗰4、5個鐘，半夜3更醒幾次，醒咗之後就眼光光等天光，又或者食嘢冇胃口，食少少就覺得胃脹，消化唔到，只能夠餐餐清粥小菜。呢啲其實唔係正常嘅衰老現象，而係身體機能退化、褪黑素分泌減少或者腸胃道菌群失調嘅表現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就算過咗60歲或者70歲，每日依然可以保持到6至8個鐘嘅深度睡眠，瞓醒之後覺得成個人精神飽滿，好似充爆電彈，而且胃口好好，每餐都食得香，無論係菜肉魚蛋都能夠好好消化，咁就代表你嘅自主神經系統功能非常健康，腸胃蠕動能力同胃酸分泌都仲好有活力。腸胃係人類嘅第2個大腦，我哋食入肚嘅營養全部要靠腸胃吸收，而人體大約有70%嘅免疫細胞其實都集中喺腸道裏面。一個消化吸收功能好、睡眠質素高嘅人，身體修復細胞嘅能力就會特別強。每晚深層睡眠嘅時候，身體會釋放生長激素，幫我哋修復日間受損嘅組織。如果你餐餐食得好，夜夜瞓得香，你嘅身體細胞天天都在進行高效率嘅新陳代謝，皮膚自然有光澤，體力自然充沛，免疫力仲會比同齡人高出幾倍。這正是身體十分年輕嘅強烈信號。第3個表現就係保持住好強嘅好奇心同埋靈活嘅腦筋。老好多時候唔係由皮膚嘅皺紋開始，而係由心態同大腦開始。
有啲人年紀輕輕就對身邊嘅一切失去興趣，日日重重複複唔肯接受新事物，呢個叫心態先衰。相反，有啲人年紀大咗，依然對世界充滿好奇。譬如話依家流行玩智能手機、玩社交平台，甚至學習人工智能或者電子支付，佢哋唔會抗拒，反而會好興奮地去問人、去摸索，甚至去報讀長者大學嘅課程。從醫學角度嚟睇，大腦嘅神經元網絡係具有神經塑料性嘅，即係話只要你肯係咁刺激佢，大腦嘅神經細胞就會建立新嘅連結，大腦容量就唔會咁容易萎縮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到咗晚年，記性依然相當唔錯，去街市買藝伎，錢快過計數機，睇完新聞能夠同人理性分析，甚至可以好快學識一首新歌或者一門新科技，咁就說明你嘅大腦皮層仲非常活躍，冇受到阿茲海默症或者腦退化症嘅侵襲。一個腦筋靈活、充滿好奇心嘅人，體內嘅多巴胺同血清素分泌會保持喺一個相對高嘅水平。呢啲神經傳導物質會令人感到快樂滿足，從而降低患上老年抑鬱症嘅機會。只要你大腦未老，你嘅思維模式就永遠都係個後生仔，指揮出嚟嘅身體指令自然就會充滿活力，行路都有風。第四個表現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項，就係擁有良好嘅心肺功能同埋傷口愈合速度。你可以試下急步行上3層樓梯，到咗頂層嘅時候，你係喘氣喘到講唔到嘢，心跳快到好似要跳出嚟啖，定係只係有少少微喘，平復1-2分鐘就回復正常。心肺功能係維持人體生命運作嘅發動機，隨住年齡增長，心肌會逐漸老化，血管會失去彈性變硬，肺活量亦會慢慢下降。如果一個70歲嘅長者，佢嘅心肺功能依然可以頂得住中等強度嘅運動，心率回復得好快，就代表佢嘅心血管系統依然非常柔軟有彈性，血液循環系統暢通無阻。另外，血液循環好唔好，直接反映喺你嘅傷口愈合速度上面。後生仔切親手指，可能3-2天就結痂，1個禮拜就連疤痕都見唔到。但如果身體開始衰老，血液循環變差，微血管減少，免疫細胞同營養去到傷口嘅速度變慢，一個細細嘅刮傷，可能拖大半個月都仲發紅唔收口。如果你平時唔小心撞瘀咗，或者有小割傷，發現自己幾天之內就退瘀，傷口生得好靚，這正正證明你嘅末梢血液循環非常優秀，血管年齡極之年輕，身體嘅自我修復機制依然高效運作。睇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對照下自己或者屋企嘅長者，呢4個表現裏面，你哋中咗幾多個？如果中咗3個以上，真係要恭喜晒你！你嘅身體機能、生理年齡絕對比你身份證上嘅年齡年輕得多。其實老化係人生嘅必經階段，但健康老化或者成功老化，先至係我哋追求嘅終極目標。想保持呢4個年輕嘅表現，最關鍵嘅唔係食咩名貴補品燕窩人心，而係要融入喺每日嘅生活習慣裏面。首先要鍛煉腳骨力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每日堅持散步或者快行，唔需要做太過激烈嘅重訓，每日行6000至8000步，行到身體微微出汗，或者做核心蹲、提踵呢啲簡單嘅居家運動，就可以有效防止肌肉流失，維持骨骼健康。其次喺飲食方面，千萬不要一味追求清淡，而餐餐食百足腐乳。長者更加需要優質嘅蛋白質，例如雞蛋、魚肉、豆腐、瘦肉等等，呢啲先至係修復肌肉同細胞嘅原材料。同時保持充足嘅水分攝入，多食新鮮蔬菜，獲取膳食纖維，維持腸道健康，自然胃口好，瞓得香。再者，保持社交生活，多同朋友傾偈、飲茶、下棋，或者積極參與社區活動，做義工，唔好讓自己與社會脫節。每當你接觸新事物、解決新問題嘅時候，你嘅大腦都在做大腦體操，這可以極好地延緩大腦衰老。最後，要保持一份積極樂觀嘅正能量心態，笑一笑，10年少。科學研究已經證實，長期處於焦慮、擔憂自己變老嘅負面情緒中，會令身體釋放過多嘅壓力荷爾蒙皮質醇。這種荷爾蒙會加速器官老化，削弱免疫力。
相反，如果我們能夠大方接受年齡嘅增長，把焦點擺喺點樣過好每一天，去發掘生活入面嘅小確幸，保持豁達同幽默感，身體嘅免疫系統自然會變得更加強大。人生嘅下半場，拼嘅從來都唔係名利或者財富，拼嘅係健康，拼嘅係晚年嘅生活質素。只要我們對腳行得、走得，腸胃食得、消化得，夜晚瞓得安穩，大腦清醒精明，就算身份證上面嘅數字不斷增加，又有乜好怕？數字只不過係一個符號，真正決定你活得精不精彩、年不年輕嘅係你嘅身體狀態同你對生活嘅熱情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呢4個好表現，活出最精彩、最充滿活力嘅銀髮人生。